像即摆即个天气呢，热热食冰是真正是一种享受。你看屏东的东港，才有几粒山啊做的鸡仔冰，甲海味十足，即个樱花虾串冰，甲即个酸仔糕等等，用在地农渔产品加入创意，做成真好食的冰，是讲食入嘴内唔知什么款的滋味，做伙来看卖。 这工作台顶面拢是已经下皮爱文酸啊，遮尔大地糕肉，直接落甲做成鸡仔冰，并入去冷冻库内面，将酸啊鸡仔冰爆起原因，就是全部拢是酸啊肉做的，无透水、无加糖，天然原味。除了即马大出的酸啊以外，这东港的串冰一定有一味，就是在地特产樱花虾。 屏东就是热啊，所以杏仁樱花虾，我们就把它加一些冰。 这大碗的串冰，咱看芋汤糕类，也佫有这杏仁甲樱花虾，尤其是一喙刷一喙，食无停。味道很多层次。其实今日樱花虾产量无多，一斤大约是1300块，不少成本甲樱花虾做成冰品的，也佫有这间业者因所做出来樱花虾双麒麟，有咸有甜，气味赞。味道不会很冲击，还蛮搭的。也有在地老店的冰，当日嘛连咧测过。 这有放一大堆酸啊、香气十足的水果串冰，互人摕去食啊真好乐。味道怎么样？对对。热天时啊，天气真热，结合在地农渔产品的创意冰品，互人是食啊真够快。